后德山的老大人学做这种南做佛头糕，要互伊变做德山上界有代表性的点心。 老师教大家免怎制作古早味的南枣鱼汤糕，学员拢真认真伫咧学，教室嘛传出香港的味。有德山社区的带领，带大家做伙来制作古早味的点心。一个食品要做成那个细腻的部分。 实在是非常费工，因为南枣鱼汤糕是时大人常在爱食点心，老师除了用简单的做法来解说，嘛加海菜糖，互伊食起来袂遐尔甜。我们这次教的是古早味的南岛核桃糕，因为它比较特别，是它用海藻糖，然后比较低糖的东西。 这几年来，关府社会和劳动处过来伫咧推广社区产业营销，由德山社区发展协会担任家母的角色，希望为其他5个社区产业开创商机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